距離從來唔只係空間，對長者嚟講，距離可能係未被察覺嘅風險，難於啟齒嘅需要，或者以前做到但慢慢做唔到嘅日常。樂齡科技嘅意義唔係令所有距離消失，而係幫我哋更早看見、更準確回應、更貼近長者真正嘅需要。我哋引入呢個神經形態感測技術，最初係想用嚟偵測跌倒，因為廁所同房間都係一啲好高風險亦都好私密嘅地方。咁呢個鏡頭唔會清晰咁樣記錄人像，只會感測到個動作變化。一旦偵測到跌倒前嘅動作就會有通知到同事即刻介入呢個跌倒嘅情況。有一次有一位認知障礙症嘅長輩喺洗手間俾人搶咗毛巾，同我哋講返。咁透過呢個長輩嘅口述，其實我哋好難知道當時發生咩事。之後我哋醒起其實我哋可以用呢個系統還原到當時嘅情況。原來咁樣先知道當時嘅老友記其實只係想幫佢攞一攞毛巾，並唔係搶佢條毛巾。呢個係我哋使用之後發現到嘅另一個價值，佢唔單止幫到前線，亦都令家屬少咗好多誤會同埋擔心。喺高風險空間入面，樂齡科技可以令安全同私隱拉近。好多長輩有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部分嘅藥物有機會令到佢哋嘅牙肉發炎、腫脹。我哋會幫長輩口腔影相，再用 AI 分析，用唔同嘅顏色顯示發炎情況。長輩可以好清楚睇到自己口腔狀況，呢種睇得到嘅證據，佢哋好受落。再配合小組教學，教佢哋刷牙、用牙線同漱口水，慢慢建立習慣，改善牙齦。以為自己年紀大咗就係咁嘅，身體唔到自己話事，一定會牙痛。但原來有方法改善嘅。年紀大咗之後，好多嘢變成身邊人安排，但其實佢哋以前係照顧家庭、作決定嘅重要角色。我哋冇諗過令佢哋可以掌握口腔衛生呢一件嘅小事，對佢哋重拾自主同專業係咁重要。透過樂齡科技，健康變成睇得到，改變就可以更早開始。好多長輩會慢慢失去吞嚥能力，由難吞到近親，慢慢就唔想食嘢。食係人最基本嘅需要，但食得好其實係對一個人嘅尊重。以前吞嚥困難嘅長輩，好多時只可以食午餐。依家我哋提供精緻軟餐，保留食物嘅外觀同味道，提升食慾，同時亦都會就住佢哋嘅情況去設計，兼顧營養平衡。成個過程係跨專業合作，包括營養、職業治療、言語治療同物理治療，確保長輩得到最妥善嘅膳食。有啲長輩功能衰退或曾經中風，我哋亦會透過吞嚥電療，以餵食節奏配合喉部肌肉刺激，協助吞嚥，減少啃喉，令吞嚥過程更加安全。見到爸爸響院舍食到精緻嘅軟餐，我好開心。以前以為食唔到嘢咧，只可以插口，而家見到原來仲有選擇嘅。發現人老咗之後咧，有好多事可以計劃。當進食變得困難，年老嘅自己同年輕時嘅能力之間開始有咗距離，而樂齡科技正正讓呢段距離慢慢拉近。我哋喺華富村坐落咗接近60年，係全港第一間設立喺公共屋邨嘅長者宿舍。有長輩咧就甚至住咗喺度超過30年添。近年嚟，我哋會用系統咧整合所有嘅資料，包括生命表徵同埋藥物嘅記錄。藥物咧就係由專人去到配對嘅，而前線同事咧只係需要負責核對嘅啫。而我哋而家用咗5年都可以做到零失誤嘅。系統亦都可以即時同步資料。喺討論住客嘅個人照顧計劃嗰陣，無論係管理層定係前線嘅同事，都可以分享到即時嘅資訊，溝通就會更快更準確嘅。
管理層可以掌握到院舍嘅數據，例如認知障礙症嘅比例、新院友年輕化嘅趨勢，然後提早調整服務，例如引入 VR 訓練。咁喺用咗系統之後，同事就少咗行政嘅工作，咁啊可以用多啲時間同長輩嘅相處，希望提供一個更安全、更安心嘅環境。多資料整合埋一齊，樂齡科技令安全同照護連接得更準確。喺墨爾本生活嘅華人長者會有一種異地感，會掛住香港嘅生活，所以我哋會用麻雀等等嘅熟悉元素做一種懷舊治療。呢樣嘢對於佢哋嚟講好重要，因為院舍空間比較大，呢一類互動嘅遊戲就可以俾幾位長者一齊參與、一齊玩、一齊交流。探訪嘅時候，連啲孫都可以一齊加入，自然就可以形成咗跨代嘅互動。墨爾本重視零約束嘅照顧，對於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嚟講，合適嘅活動可以幫佢哋集中注意力，減少冇目的嘅遊走，亦都可以減少因不安而出現嘅滋擾性行為。熟悉嘅遊戲回應咗移民長者嘅思鄉之情，樂齡科技令參與、連結同陪伴更自然發生。每一項樂齡科技都係回應緊一種距離。安全同私隱，健康同自主，年老同年輕時嘅能力，安居生活同即時照顧。而每一種距離背後，其實都係一種守護。由各個業界、各種專業到每一位前線人員，一齊令科技真正走入長者嘅生活，讓長者可以有尊嚴、有選擇，好好咁生活。感謝每一個參與比賽嘅單位對樂齡科技嘅投入同支持，讓守護喺更多地方持續發生。多謝每一位守護者。